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經營有道。有冇記得10幾年前 TVB 有套電視劇叫《巾幗梟雄》，佢入邊有個金句嘅：人生有幾多個10年？10年啊，喺人生入邊都唔會多。如果25年呢？你覺得人生有幾多個？就算有100歲壽命都好，25年都只係得4次。今集嘅主人翁佢就同呢個25年非常之有關係，佢就係謝霆鋒。謝霆鋒啱啱喺上個月喺啟德開咗佢嘅第2次嘅香港演唱會，足足隔咗25年。佢嘅演唱會個名叫做 Evolution， 即係進化。到底霆鋒喺呢20幾年以嚟進化成點樣嘅呢？當年嘅佢係一個啱啱出道嘅歌手，到今時今日佢已經係唔同公司嘅老闆，亦都喺中環嘅擺花街有多個嘅單位。同時佢都喺金像獎達成咗大滿貫，攞咗最佳新人獎、最佳男配角同埋最佳男主角。到底呢20幾年嚟佢行過啲咩路呢？講起謝霆鋒啊，你都可能會知道啦。佢爸爸係謝賢，媽媽係狄波拉，可以話係一出世就已經獲得咗媒體同埋市民嘅關注。嗱，佢喺經營嘅時候，咪好多時會聽過一句話嘅，就係有父蔭係好好嘅，因為通常就係爸爸媽媽甚至再上幾代留咗一啲嘅錢或者嘅家產，可以直接咁樣用，所以可以好快樂、好開心咁樣係做2世祖啊！但係呢樣嘢咧，對於霆鋒嚟講咧就係唔適用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點解佢會入行咧？係因為係要幫爸爸謝賢還債先至入行嘅。而入行嘅早期咧，佢都唔係大家想象中咁樣好多係歡呼聲喎。嗱，曾經咧，霆鋒就分享過啦，佢喺唱歌嘅時候咧係要左閃右避啊！你咪以為佢係唱歌太緊張驚到震咧？其實唔係喎，係因為佢要避開4方8面觀眾向佢掟嘅水樽。雖然話俾人噓咗3年，但係呢3年咧，佢都有好多好出名嘅作品喎，包括壞習慣啦、非走不可啊等等。咁及後咧，亦都有更多嘅金曲，包括係活着 FIFA， 又或者係玉蝴蝶等等。嗱，去到20歲初期，你都可能知道啦，佢就因為頂包事件咧，係隨即成為咗香港最負面嘅風雲人物。又經過咗好多年，終於可以話係攞獎，或者係受到觀眾喝彩，到瞬間係要入獄，又或者係變成咗香港嘅負面人物。其實霆鋒咧係40幾年嘅人生，都係經歷緊唔同嘅大起大跌。搖滾精神咧，可以話係對霆鋒一個好好嘅形容。到底咩係搖滾呢？係咪就係講緊彈吉他呢？搖滾樂與怒仲可以代表係一種嘅叛逆精神、強烈嘅節拍，同埋咧始終忠於自己。喺音樂度你都會知道霆鋒嘅歌曲咧其實大量咧都係有搖滾嘅元素嘅，包括係用吉他同埋係非常之強勁嘅節奏感。而呢個搖滾精神咧，其實係貫徹咗佢嘅成個人生，除咗係佢嘅音樂事業，仲有電影事業同埋佢嘅從商之路嘅喎。嗱，頂包之後，霆鋒係做咩呢？包括係去咗大陸發展啦，同時咧佢都成立咗一間嘅後期製作公司，就係叫 P.O. 朝廷。呢間公司點解會成立呢？就係因為佢拍緊玉蝴蝶 MV 嘅時候想加好多嘅特技，但好多嘅想法咧，竟然係香港冇公司可以做喎。當時咧，有人就叫佢去東南亞或者係其他地方揾公司，但係霆鋒就覺得唔掂，其實見到呢一個嘅痛點，於是咧佢就成立咗呢間嘅後期製作公司。啱啱成立嘅時候其實咧佢都唔缺乏咗資金嘅，於是咧係要典當咗喺西環嘅住宅。正如好多做生意嘅朋友都係開初都係要去揾朋友或者去銀行係借資金。而呢間 P.O. 朝廷今時今日又發展成點呢？喺10幾年之後，其實呢間公司係俾數字王國用1.14億收購咗。當中係呢間公司亦都係參與咗好多電影嘅製作。所以話堅持往往就係一個生意成功嘅關鍵。而霆鋒可以見到佢喺唔同嘅界別，每一次跨界嘅時候都展出咗佢令人驚訝嘅堅持同埋韌力，令到佢最終可以有今時今日嘅成功。
嗱，講起做藝人，通常如果做得比較闊嘅時候，會點樣形容佢哋咧？係咪叫做歌影視三棲係咪？其實霆鋒都係嘅。啱啱講咗佢嘅唱歌，其實喺佢喺電影方面咧，亦都有非常高嘅成就。嗱，好得意喎！開頭唔係講緊靠父蔭嘅，其實謝霆鋒嘅爸爸謝賢都係非常之出名嘅演員嚟嘅。有趣嘅係咧，其實霆鋒咧後生咧有啲睇佢老豆唔起喎，就曾經講過啊，爸爸好細個同佢講係拍過幾多片、幾多套電影，但係咧從來冇攞過金像獎。咁霆鋒咧就好直接咁樣同佢講啊，呢個金像獎你冇攞過，拍咁多戲有咩用啊？嗱，過咗好多年之後，直到拍《線人》，佢攞金像獎影帝嘅時候咧，又向翻佢爸爸懺悔。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會同我講，佢會用咁嘅姿態同我講：你知唔知道？你細個嘅時候，我拍咗幾百部電視劇。你又知唔知道？你細個嘅時候，我拍咗幾百部電影。我嗰晚攞咗獎之後，我仲同佢住。我翻咗屋企，我又同佢講話：你成日同我講話，你拍過幾多百部電影，幾多百個小時嘅電視劇，你冇攞過金像獎，我一個獎就擺喺台上邊。佢今日我知佢喺屋企睇緊電視機。我想同你講嘅就係，我唔知點解呢番説話硬咗喺我心入邊12年。我希望你唔好似我咁擺呢番説話喺心入邊。希望你原諒當日一個咁不知天高地厚、冇禮貌嘅小朋友，可以養大一個咁麻煩嘅小朋友，仍然係對住大家笑面迎人嘅。由此可見啊，霆鋒其實喺歌內歌外個人咧都係比較叛逆，同埋咧係反社會，好忠於做自己嘅。佢冇話因為爸爸媽媽好紅，於是咧就可以係攞啲福利、攞啲名氣、青雲直上，佢就冇選擇到呢條路嘅。喺電影方面啊，好多時啲動作場景咧，佢更加係親身上陣。嗱，佢29歲咧已經係有痛風，去到35歲咧更加有醫生話估計咧佢再行唔到啊！佢開演唱會即係今年啊，佢已經係44歲㗎，佢仲可以行得又跳得又走得，咁即係話咧戰勝咗當時醫生嘅預言。其實做生意都係咁樣嘅，有時屋企人唔支持，身邊嘅朋友唔支持，或者成個社會風氣都唔支持。但係當我哋可以繼續努力，並且係揾啱方法，不斷改善自己，呢盤生意咧，你最後會發現咧係好神奇咁樣可以走到落去嘅。然後又講下霆鋒嘅做生意之路啊，啱啱就講過佢開咗間 P.O. 朝廷。如果講你一間公司叫做風味。呢間公司係始於一個電視台嘅節目叫做《12道風味》。嗱，開始嘅時候咧，霆鋒又係不被看好嘅，俾人話佢好挫㗎，亦都係唔識揸刀啊，整嘅嘢亦都係唔知好冇食。咁但係咧，憑住霆鋒嘅不斷咁樣堅持同埋修正咧，呢間公司又做得非常之成功喎。係成功成點咧？喺4年入邊，淨係香腸呢個產品啊，係賣出咗14億嘅人民幣，係非常之誇張嘅數額。嗱，我去咗呢個風味嘅官網咧，係特別睇一睇，亦都發現咗有啲關於吉他嘅產品喎。咁佢點解開呢間公司嘅時候咧，霆鋒就話唱歌咧，佢係唱廣東歌噶嘛。除咗廣東歌，佢哋都識唱英文歌，識唱國語歌。但係啊，總係會有啲語言嘅隔閡，因為對於一個聽西班牙文啊、日文啊或者係希臘文嘅朋友，佢就未必聽得明啦。但係美食就冇呢種嘅障礙啦。無論你喺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提供到呢個嘅香腸咧、呢個嘅曲奇咧，或者呢隻粽啊，你都可以感受到入邊嘅美味。嗱，霆鋒咧創咗業之後咧，其實多次係獲得係邀請分享佢嘅成功之道，包括2012年喺科技大學嘅分享啦。有一次咧，佢就係咁樣講嘅：做生意啊嘅成功嘅要訣係乜嘢？其實就係要改變呢個世界，見到一啲嘅痛點，然後啊用一盤生意去發聲嘅。並唔係因為咗賺錢而做生意。古今中外，睇下馬雲又好 ，Steve Jobs 又好，馬斯克又好，冇一個人係出嚟話佢因為咗揾錢所以開門生意。呢啲嘅名人或者一啲嘅企業家，佢哋全部啊背後都係有一個思想喺後邊嘅。佢哋觀察到一啲社會嘅痛點，於是啊身體力行，用佢嘅生意，用佢嘅哲學
用佢嘅產品，用佢哋嘅服務，建設一個更加美好嘅世界。嗱，霆鋒有一首好出名嘅歌，叫做《活着 FIFA》。FIFA 喺西班牙文講咧，就係萬歲。好多人啊，做生意又好，或者做人都好，都覺得嗰啲嘢係重重複複嘅，面臨住唔同嘅危機，好多時會覺得氣餒啦、沮喪啦，生活都覺得非常之刻板。你又聽完霆鋒嘅故事，會唔會又為自己重燃翻一啲嘅激情呢？會唔會重新揾翻自己係有啲咩係想做嘅呢？25年呢個故事係話俾我哋知嘅，無論有幾多挑戰或者幾多難關都好，只要我哋可以堅持，用一種搖滾嘅精神行落去咧，始終啊命運嘅大門都會為我哋開路。你又會唔會為自己嘅生命 FIFA 萬歲歡呼呢？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中意呢條影片嘅你，記得喺下邊咧係留言同埋分享俾其他朋友睇。喺之後嘅集數會同你分享更加多一啲嘅名人嘅勵志故事或者經營之道。我哋下集再見。本節目由樂活有方贊助。樂活有方係一個一站式樂活平台，提供多元化嘅產品、服務同埋課程，幫助每個人輕鬆擁有健康美麗嘅體魄，享受愉快豐盛嘅生活。快啲嚟掃掃屏幕上邊嘅 QR code 或者 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啦。